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丹纳斯洪台进前的落草，原本真有可能会弄入来台湾，也毋过尾啊咧，规个是偏过东平。台湾嘛来解除着陆上的洪台警报，但是东部的海面也是伫咧警戒的范围内。有民众想讲，这个洪台未来咯，一透早就走到宜兰的乌石港要来冲影，去互海巡人员劝离开。另外，这个孤山岛风影真大。 看海岸船是停驶2天，目前宜兰的烟花拢要禁止看影，就是无希望有意外来发生。海巡人员徛伫海岸边，一直咧分批啊，比手势，要求民众马上就范。丹纳斯风台虽然转向，不过宜兰烟花风力犹然真大，也受民众以为讲风台已经走啊，无着生命危险，来到宜兰的乌石港要冲影。我们在所有通往海岸的入口处都已经做了一个封锁线的管制。那不过目前仍然有2位可能不知情的民众，然后在我们的勤务的一些间隙啊，他们下海实施一个冲浪的动作。 根据宜兰县政府的公告，目前烟花拢也是禁止观影的，海巡人员会先劝离，若是民众也是唔肯离开，就会搜证开罚。另外一头伫小红船口，嘛因为影真大，开往孤山岛的小红船受到影响，停驶2天。一透早港口无看到游客身影，业者讲真侪团客伫17就已经办理退费。虽然风台已经往东，不过东半部海面。也伫咧警戒范围，民众也是爱避免海上的活动。